天也未光，台南都會公園就開滿濟跑者的熱身，希望佇台南市所舉辦國際認證的路跑比賽有上好的成績。希望大家都有好的表現，也祝福今天賽事圓滿。根據主辦單位表示，這屆已經吸引超過5000名的選手來參與。會中其中有一天嘛，一為全馬42公里外等4組的參賽選手來加油打氣，展現台南這個比賽推廣全民運動，讓整個社區充滿運動活力。3、2、1，因為我是台南人，所以我覺得台南的跑者就應該要來參加這場比賽。我們全 EMBA 全部帶過來了，成功大學 EMBA， 對，在地的路跑要停一下。我認證的，然後是台南，因為我是在地台南人，所以想要參加在地台南的馬拉松21K， 今天要破2，加油！由冰點空調名人演藝公司所冠名贊助的2026台灣國際馬拉松 in 台南，在各界熱情投資，把好這屆比賽會當順利圓滿舉行，讓跑者在台南留下美好回憶。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跑出健康，跑出屬於我們的風。謝謝。代表公司、代表集團恭喜大家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績，祝我們今天的活動可以順利圓滿成功。馬拉松比賽除了跑者是最佳的男女主角，一路上包括立康文處隊、中州健康舞蹈團等社區熱情的啦啦隊，嘛成為另外一個焦點。大家延續冰點馬拉松的熱情，在國際認證的賽道頂面來享受。相信每一位參與的都是贏家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